今日教大家點用譯仔嘅幾個功能。首先，開啟對話，只需要輸入任何一個字母或符號。輸入一字就會見到譯仔顯示用戶，亦即係你喺未來7日嘅預約時間。輸入二字，你就可以見到呢一條信息，話俾你知而家你嘅每日通知係關閉狀態。當你輸入 on 嘅時候，佢就會自動開啟，咁你就可以喺每日早上8點接收到當日嘅預約提示。輸入3字，系統就會自動幫你列出喺1個月之內嘅所有預約，並且以 PDF 嘅形式發送，方便你印出嚟或者儲存喺手機內。最後輸入4字，然後輸入你想更改嘅服務日期，亦即係你原本嘅預約日期，然後選擇返當日你想更改嘅服務，之後就可以輸入新嘅預約日期同埋時間。系統就會自動幫你聯絡返你嘅服務提供者。當佢哋確認可以改日期或者時間之後，系統就會自動通知你已經成功改期。